来继续来看桃园的龟山出现一栋真怪奇的建筑物。这个厝主伫这个厝的后壁起铁皮厝甲楼梯，方便厝内底的人会当通行。啊，这个铁皮厝佫翻过巷啊，网友看到相片了后，佫掠准是机场的空桥。会当看到这个楼梯，就起伫个架坡顶，行起嚟就会当直接到建筑物的4楼。整个配置甲机场的空桥差不多，逐工伫个遮出入都袂输是咧出国共款。虽然方便着住户来通行，但是已经是违建。讲这栋建筑早伫个5年前就去互人检举咯，桃园市建管处讲会赶紧甲拆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